馬利斯卡離職之後嘅第3日，失去車長嘅車路士使到去伊蒂哈德，到底會係一個點樣嘅故仔呢？喺呢場壓軸嘅大戰當中，暫代教練嘅麥法蘭自然未蠢到去同曼城博錘啦。於是乎上半場佢哋拎出咗車路士嘅組分，拍大巴去抵禦曼城嘅進攻，而呢個顯然係一個最可行嘅方案。尤其是喺曼城缺乏突破型球員嘅情況下，要加快速率打破車路士嘅密集都唔容易。但同時哥迪奧拿都唔會跟住車路士嘅戰術，喺最強屏障洛迪嘅復出底下，車路士嘅反擊被抹殺於萌芽，直至到喺中後段車路士稍為加壓嘗試組織，曼城先有空間去起腳，只係霍頓同埋夏蘭特嘅射門唔係中柱就係掠門而過。但亦都就係喺曼城無計可施嘅時候，近排狀態大勇嘅卓基直線再次去揾挪威人，即使未能夠劏開防線，但輾轉之間個波彈到去賴達斯腳下，造就荷蘭人左腳狂轟網頂先開紀錄，總算係喺上半場結束之前完成最困難嘅任務。而眼見巴士已經爛咗，而且反擊都未有效，麥法蘭亦都決定果斷變招，起用山道士去增加球隊嘅控制，而呢個亦都令到下半場嘅頭15分鐘佢哋嘅控球率由上半場嘅32%升到58%，而利圖喺初段更加有一個黃金機會，只係佢變咗大嘥鬼一射高出。而曼城或者亦都係因為怕咗早前有啲大開大合嘅比數，又或者睇輕咗車路士嘅反撲能力，所以都寧願去保持耐性等待，而唔係去積極追第二個入波。而博弈中，車路士喺最後10分鐘成功倒贏。古斯路補時階段右路發爛傳中，艾基第一點冇辦法清走，尾處安素黃雀在後。雖然第一下俾龍馬撲出，但係再保中就真係神仙都難救啦。車路士表現咗咩係貴精不貴多，第3個中目標就已經換嚟入波，結果曼城經歷2年禍，車路士全身而退，而最開心嘅應該都係阿仙奴啦。